新闻头起先来关心，洪泰海葵伫咧下晡3:40已经对台东县东河乡登陆，伫当地带来16级的强风。这个风台会一路扫过中央山脉，对台南高雄地区出海。中南部阴暗风雨愈暗会愈大，阴暗到明仔载风台影响会上大，提醒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。另外，目前云林、嘉义县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甲平湖，也阁有南投的仁爱乡，拢已经宣布明仔载要停班停课啊。树仔拢予风吹倒去，风头好大，积水根本无法消退，路只变水湖。海葵风台中心伫礼拜下晡3:40就伫咧台东县东河乡登陆，当地一度出现16级阵风。我都好想哭，好想哭哦！对啊，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台风，这个经历太恐怖了。冰冰冰啊！你可以去看我后面，很恐怖哦！我这个已经清理过了，很恐怖哦！太恐怖了。海葵风台登陆了后，中心伫台东北西风落地，暴风圈正到着台湾东半部、新竹以南甲平湖。虽然风台强度伫登陆了后小可减弱，不过意外带来强风大水雨，估计礼拜暗时到拜透早，东半部风雨上多，尤其花莲县有超大雨发生的可能。贵人北海岸、大台北、南投、云林到台南地区也有一阵的大雨。我们预计，随着台风逐渐的进入台湾的西南部，在中部跟南部的风力会更加的增强。我们预计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一直到明天上午，在云林以南会出现10级以上的阵风，尤其在南部地区，甚至会有11级左右的阵风出现。随着风台中心慢慢过山探过南台湾，可能伫台南到高雄一带出海，到时阵风台移动速度又会变慢，拜一规天中南部落雨会真明显。暴风圈要完全脱离陆地，至少要等到拜暗时了后。今天晚上台风中心过山之后，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这段期间，它出海的这段期间，大概是南部风雨最大的这个时间。分析师提醒，除了台北、新北、贵人、桃园以外，全台拢伫着上警戒范围区域内。风台正侵袭台湾，尽量避免出外。李总统蔡英文早起也到中央防灾应变中心视察，对着4年来头一个登陆台湾的风台，要求各部会要严加戒备，一定要把灾害降到上低。记者孙华报道。